东哥，今朝才要快，谁都在为等待球员，等你去看了。稍微要上位球员了，等你去看，去看呀！到好好去模特一等。你还去模特两上班个？是苏姑娘弄一弄。亲自跟俺讲，弄一弄。你看，现在去干包。思琪啊，到有苗过鱼头路来。鱼头路得了哇！海特两上班，阿姨说泡点点心的。是个。来海。你是海。呀，你是海。说的你是海呀？我是海么错的呀！你是东港，我是佣人，我是奴才，我是海边的奴妻子呀！就是奴妻子，那么俺个还穿不着调噶？你别客气，俺个是野路子啊！不客气哦，不着调的呀！来，你先来。娘娘太太，堂官的发在等里，那个说错的，俺个开个店当做个大老板的，那个吃错的。那个表哥当时不像个大姑娘的。东哥，你这讲他们俩太得上呢。你都不要看俺个不起。哎呦，你干活怎么总会看你不起？说明俺个搞活子有身价的。哦哟，干活子为了身高了，你是。你脖子里出来个，你脖子里出来个。怎么这个啊？我来海特两声。他热两点嘛，东哥。等你一台吃小馄饨去啊。吃头小馄饨。你听那个，你脖子里出来个。娘太太来拜谢家，太官一个发的动的好，比唱 K 片好听啊！哎呦，好听啊！东哥，你先看看咱个种干活的哦，有音乐性呀。你听呀，太官一个发的动的好。说明来多了说多。这个就是吃干锅啊，这个就是吃干锅。东哥，你先看见太白，太白还有流派的这样的。他为流派。叫百岁公海，国姓神通。那个不为呀。那不为呢？我哟，你真的嘞。可现在我来开店当，第二天。不应该太白来计划的，你看嘛看位置哇是了。我三人光了数据，那来听干嘛的数据？这数据个太白是五花八门，有个干活子嘛担当，有种拼上当干活子，有这个干活子嘛头上像太上马车的，那么拿个绳头，那么前头个干活子嘛拿个绳头，在地看嘛海上，王女的三一黑。抢王色手不洁，王女那行节，那么有这个干活子，看个动力没压力，要杀王女和走发来一拍，太光个发来动力啊！个中为哈了，在内特别上贴乌龟上高头，那好本多看了，我三辰光看呀，一贴上来嘛家具。那么地高身体家具少个来的，那么就来了。乌龟上高头个生意男人头，蜘蛛人不该来的，个虎将眼睛骨溜溜个来火夹嘴头，个破地不破后，大乌龟吃了个四川我没塞，小乌龟应该同里摆两摆，大乌龟那行家嘎嘎，小乌龟那行家叽叽，大小乌龟一来讲嘛嘎叽叽嘎，喏，这个不忘了随着原来的湖南里行个第四课就给老得来了。那个谁看见那个老不出里面做不出呀？哎呀，东哥，这大老板做什么是做不出呀？这哪家做不出呢？吃饭的你们谁也做得出的？哦，你当真我问他的这个？啊，看我活了，把人家有做不看我年纪轻轻嘛，啊，不肯不让我个呀。咁呢，要动脑筋，想办法。所以要吃饭嘛，就要动脑筋。你想啥办法呢？那么有做不嘛？我是有摆个切架。走起路来一切一挂，不应该跟我做呢，话水话讲，谁不对动力本我。那么有做不摆这个切架了，为他不上来。不然呢？那么我原来就想出来摆个盒子。盒子对吧？你到摆块呢？便当呀，那眼睛望住上头一翻嘛。到现在摆这个盒子了。有做不会太不着个了。那哪呢？那么我实在没办法嘛，接触着，市里向
这个还干活的呀？带头马不及青天面，低头看不见路高的。哈家哈水天大路，哇家花水的鸟们开开金龙水，年纪活得久日久，一地不落虚空的个穷卡富来富卡子个天。来呀太太奶奶三家阿哥兄弟爷叔爸爸阿姨婶婶娘舅舅妈他公他婆公子婶呀，哎呀我是苦难娘，多句句穷人身边南海山乡七八不杀了呀。唱绍兴戏的。哎，粤语当中的音旁嘛，就来一搭火出去。啥人讲的？啥人讲的呀？那不是里向嘛，专门有人干活。那是徽州人呀，那徽州人我出来个电台嘛，是对徽联喂，啊的。个徽联就是黄梅戏了。哎，是喂。黄梅戏嘛，就是中国人欢喜，外国人欢喜。是个是个。搿么两位参加？哦，我是三位手艺呀。来唱唱歌，你这唱唱。来唱唱歌，唱唱歌呀。要么试试歌。试试歌呢。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当时不像个大姑娘的。东家你是讲他们俩太得上呢？你都不要看俺家不起。哎呦，你干活怎么总会看那不起？说明俺家搞好子有身价的。哦哟，干活子为了身高了，那是。你脖子里出来个，你脖子里出来个海海的。怎么是啊？我来海特两声。他热两里嘛，东家。但你一台吃三文顿去啊。吃头香呢。来听听来看，你脖子里出来个。娘娘太太来拜仙家，太官一个发的动力好，比唱 K 片好听啊！啊，哎呦，好听啊，好听啊！东哥，你先看看咱个种干活的哦，有音乐性的呀。音乐性。哎，你听呀，太官一个发的动力好。说你来多了说多。哦，这个就是吃干锅啊！这亲戚们也不肯不让我个呀。那么呢，在动脑筋想办法。所以只要吃饭嘛，就要动脑筋。哎，想啥办法呢？那么有做部门，我就摆个切架，走起路来一切一挂，一切一挂，被人家跟我哦，做呢话水话讲，谁不对动力本我。那么有做部摆这个切架呢？为看不上来，不然呢？那么我原来就想出来摆个盒子，盒子也摆啊？你到摆摆看呢？便当呀，那眼睛望住上头一翻嘛，多谢你，摆这个盒子嘞，有做不会看不上个了呀？那哪样呢？那么我实在没办法嘛，接触在，是里向这个还干活的呀，带头。马不及青天面，低头看不见路高的。这个就是吃干锅，吃干锅。东哥，你先看见太饭，太饭还有流派了这样的。他为流派。叫百岁公海，国姓神通。俺家不会呀，俺家不会呀。俺不会呢，我哟，你真正的嘞。可现在我来开店当，第二天被人家太太来几伙的，你看嘛看位置哇是了。我三人光了苏州，那来听干嘛苏州？搿苏州的太太是五花八门，有个干活子嘛担当，有种拼上当干活子，有这个干活子嘛头上像踏上马车的。那么拿个绳头，那么前头干活子嘛拿个绳头，在店看嘛喊上王女的生意好，抢黄色手不急，王女那行急，那么有这个干活子，摊个动力没压力，要杀王女和走发来太光个发来动力啊，个中为好了。
山内太白上贴乌龟上高头，侬好本多看喏。我三辰光看呀，一贴上来嘛家具，那么地高三天家具少个来的，那么就来了。乌龟上高头个生意难受的，蜘蛛人多改来的，个虎将眼睛骨溜溜个来花夹嘴头，个跑地不跑后，大乌龟吃了个四川我买菜，小乌龟应该同里赔200，大乌龟拿行家嘎嘎，小乌龟拿行家叽叽，大小乌龟一来讲嘛嘎叽叽叽叽叽嘎，喏，这个不忘了随着原来的复旦里行个第4课就给老得来了。那个谁科技那个老不出里面做不出呀！哎呀，东哥，这大老板做什么是做不出呀？这哪家做不出呢？吃饭的你们谁也做得出个？哦，那当真我问他的这个，哦，看我活了，把人家有做不看我女东哥，今朝谁也夸，谁都在为等待球员，等你去看了。稍微要上来球员了，给咱们去看，去看呀！到好好去磨脱一顿。没还去磨脱两啥个？是苏姑娘弄一弄。清楚跟俺讲，弄一弄。没还，现在去干包一包。师姐，到有苗过芋头路来。芋头路得了哇！海特两三吧，还有啥掏点点心的。是个。来，来海。你是海。呀，你是海。说的，你是海呀？我是海么错个呀！你是东江，我是永宁，我是奴才，我是海变得奴气质的呀！就是奴气质，那么俺个还穿不着条个？你别客气，俺个是野路子啊！很不起不着条的呀！来，来，娘娘太太，堂光个发在等里，那个说错的，俺个开个店当做个大老板的，那个吃错的，俺个表哥打。东哥，今朝谁也夸，谁都在为等待球员，等你去看了。稍微要上来球员了，给咱们去看呀！到好好去磨脱一顿。没还去磨脱两啥个？是苏姑娘弄一弄。清楚跟俺讲，弄一弄。没还，现在去干包一包。师姐，到有苗过芋头路来。芋头路得了哇！海特两三吧，还有啥掏点点心的。是个。来海。你是海。呀，你是海。说的，你是海呀？你是我是海么错个呀！你是东江，我是永宁，我是奴才，我是海变得奴气质的呀！就是奴气质，那么俺个还穿不着条个？你别客气，俺个是野路子啊！很不起不着条的呀！来，娘娘太太，堂光个发在等里，那个说错的，俺个开个店当做个大老板的，那个吃错的。那个表哥当时不像个大姑娘的。东哥，你是讲他们俩太得上呢？你都不要看俺个不起。哎呦，你干活怎么总会看那不起？说明俺个高好只有身高的。哦哟，干活子为了身高了，你是。你脖子里出来个，你脖子里出来个。那么是啊，我来海特两声。他这两天嘛，东哥。带你一台去吃小馄饨去啊！吃头小馄饨。来听听来看，你脖子里出来个。娘太太来拜谢家，太官一个发的动力好，比唱 K 片好听啊！哎呦，好听啊！东哥，你先看看咱个种干活的哦，有音乐性的呀。你听呀，太官一个发的动力好。说明来多了说多，怎么问他的这个？看我活了，把人家有做不看我年纪轻轻嘛，不肯不让我个呀。咁呢，要动脑筋，想办法。所以要吃饭嘛，就要动脑筋。你想啥办法呢？那么有做不嘛，我就摆个切架，走起路来一切一挂，把人家看我作业挖水挖浆，谁不得动力本我。那么有做不背这个切架了，为他不上来。不然呢？那么我原来就想出来背个盒子。盒子也背吧？你到背看呢？便当呀，那眼睛望住上头一翻嘛。多谢。背这个盒子了，有做不为他不上个了。那么我实在没办法嘛，接触着，事实上这个还干活的呀。
带头马不及青天面，对对。哦，这个就是吃盖过啊，这个就是干活的吃盖过，吃盖过。东哥，哎，南边看见太白，哎，太白还有流派了这样的。他为流派。哎，叫百岁公海，国姓神通。那个是为呀，那个是为呀。那不为呢？我哟，那真正的嘞。可现在我来开店当，一日天不像个太白来几活的，那看嘛看为主啊是了。我三人光了书记，那来听干嘛的书记？搿书记个太白是五花八门，有个干活子嘛担当，有种拼上当干活子，有这个干活子嘛头上向踏上马车的，那么拿个绳头，那么前头干活子嘛拿个绳头，在店上嘛喊上王女的生意黑，抢黄色，受不急，王女那行节，那么有这个干活子，摊个动力没效力，要杀王女和走发来拍光个发来动力啊！搿种为啥呢？山内太白上贴乌龟上高头，我好本多看呢。哎，我三辰光看呀，一贴上来嘛家具，那么地高身体家具少个来呢，哪么就来了？乌龟上高头个生意难头头，四周人不该来头，个后天眼睛骨溜溜个来花夹嘴头，个跛地不跛后，大乌龟吃了个四川我没塞，小乌龟应该同你赔2倍，大乌龟那行节嘎嘎，小乌龟那行节叽叽，大小乌龟一来节嘛嘎叽叽叽叽叽嘎，喏，这个补完了随着原来的复杂的行个第4课就是个老得来了。那个谁科技个老不出，你做不出呀！哎呀，东哥，这大老板做什么做不出呀？搿哪家做不出呢？700度，你们谁也做得出个？哦，那当。